974。什么名字？李欣嘛，讲我问题人物，你个听我几句啦。警察来啊，你就关起来，卖个路啊，系啊，警察来啊，就卖个路啊。我要录伊啦，照都要讲嘟。电话号码多少？可以去。你就不要靠近我们，你不要靠近我们嘛。你搞较过，你搞较过嘞，哦，拜托嘞，拜托，较过嘞。较贵嘞！他身上有带东西可以请他一码事归一码事情。什么叫做关我们屁事？我你消消，你讲堵了。对啊。你们笑笑啊！不是嘛？你就不要接近。无你的笑啦，要讲嘟。你在那边叫，你不要接近我们嘛。手机号码多少？0976 051 051 588。看个精神科就可以，就可以在网络上泡了。规透早甲暗拢咧讲讲。看个精神科就可以拿刀四处要给他怎样吗？你会怕？强奸吗？好难看好办事诶。啊，先等一下好不好？先，你叫他闭嘴啦，真的没有他的事。有先莫讲话。嘿。我无讲话啊啦。先拢莫讲话。可以先行，系啊。过来这边。没有在先走的，我们还没了解事情，要怎么让你们先走？要怎么样？啊？希望我们什么协助？他现在就是在网络上，整天这边开小号，开那个。我叫秦麦公的，我说今天啦，今天是他他约我们说要出来讲清楚，把话讲清楚，不要在网络上面烧来烧去，是他约我们出来的，我们才出来的。对，哦。一开始我们是约在前面，我们来到这边。我们本来是约在那个国防大那边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在这边，他才骑脚踏车过来。他先过来，他后面才过来。他过来，他在那边大小声的，身上还有带东西，就要打他。所以我才会约在那个地方。他刀子就拿出来，这样子。那个，这大力啊，看我讲，我看不呀，橘色的啦。无啦，粉红色。橘色的。伊即马警察来，伊无摕咧手的，就是无迄落啊，系啊，伊你无摕咧手的，我刚刚有落掉啦。我们没有看到，所以就变成你们有没有提告的部分而已。对啊。他现在怎么提告？他身上就有东西。对啊，你们可以叫女警啊。我们能收吗？女警啊。那是我跟你讲清楚。你说你有看到，你有发生这件事情，你就有权提告。我跟你讲，警察一定要当面看到。那个才算，你听无？叫女警收啦。系啊，单警才会收。我讲女警啦。是不是要拄到到要处理就对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安尼警察你就先不用来，我们再这样讲，那看到会不会吃下去再。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？问题你们要提告这个东西，我们不管有没有看到东西，你们要提告就有权提告。你也不用那么生气，我没有跟你生气，我是跟你讲清楚。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听我讲啊！你讲的不是我在跟你解释的东西啊。我刚刚也跟你讲说，一开始朋友有听懂了，结果你没有听懂。不是，我也是跟你讲说，一开始我们来是干嘛？的目的干嘛？他一开始从那边需要我们什么协助吗？他一开始从那边冲过来，那个大小声要打我之后，刀子就拿出来了。我问你们有没有提告嘛？对不对？可以啊，问题是你可以叫女警搜身啊。我们用什么权利去搜他身？搜女警啊。我们要用什么权利去搜他身？对啊。我们不是随便可以搜身的。对。伊爱当场有看到。对，我讲女警袂使啊。袂使。就算女警也不行，就算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搜他嘛。啊，你迄阵你敢有录到？东西不是我们说要搜身就可以搜身，像我们路上随便拿一个人说要搜身就可以搜身吗？对不对？他就吃饱太闲啊，没事干啊。所以你要提告。找人家吵架。你要提告吗？你们谁要提告？我要提告。对不对？对啊，当然是提告啊。那你怎么来的？骑车。骑摩托车是不是？我摩托车在前面了。我刚刚就跟你讲说，我们约在前面了。本来是要约在那。整天在网络上霸凌人家，一整天的呢。本来是要约。124 610 885。搁咧假考，你看。你们是靠啥啦 ？Hello。你可不可以叫他闭嘴？警察，拜托，请叫他闭嘴，可以吗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往前？我是不是在讲话了？那可不可以叫他闭嘴？不要惹我。小曼莫讲。他在刺激我哎。若要过迄路啊，就那边就去迄路2、3所啊。落掉。哇，你调看。等下，
你要不要看呢？1点根而已呢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那有看到就可以了啦。这样用截图的啦，可以吗？可以不？你有证据，你可以提供，可以提告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可以收身。对。我知道，尽量你看到你改下截图啊？你不用那么生气，现在给我看没有用啊。迄是像人无可能的啦，伊要安尼我就对伊安尼，伊无可能的嘛，伊就讲伊要告嘛，啊要告来告，对不？伊就讲伊要告啊。刚才就跟你说了，啊我无差，对不？要告就来告啊。才需要说讲吗？越讲越大声。越大声，伊就爱惊我。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，你觉得可以提告就可以提告，并不是说我们来认定。你要我们协助，我们没有办法认定。哎，不然告什么？只有检察官重点要去警察局，我们告什么？我们警察没有权利认定。他警察无迄个权利认定，警察没有那个权利可以认定他有罪。你听好不好？不是代表我们来认定说谁对谁错。啊，他说要我们协，他说他可以协助。对，看你提供资料给他们，然后回去派出所做笔录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啊，有时候你有个截图啊。这样子说。对。嘿。你电话号码多少？0958，0958，326657，326657。你差不多40分钟了，我知呀，所以他说我协助你有没有协助？你协助啊，就好啊，就等去派出所做笔录。就第一意思就是安尼，你听无？哎，你们这边不是有那个路上不是有监视器？也可以调啊，你要报案以后才能调了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报案啊，可以调啊，就证实他真的有拿。对，没关系，不用提供给我们，你们可以调。我们有没有调是我们来做侦办。对啊。所以都不要再讲，你若要提供有无，就是去派出所做笔录。哦，对了，系啊，就安尼就好啊，就拢要讲啊。对啊，迄是恁报完以后，啊，伊要报完啦。无，恁要互互相告，啊，等于做笔录以后，啊，因要去侦办的时阵，伊去调，你听好无？你听有意思无？